一会儿啊，妈马上就要洗完了啊。给我点的布，轻点儿。是的，是的。给我点的布，长。点的布，点的布，啊！我去你妈！ 快了，麻烦师傅帮我好好整啊！哎，好，放心吧。哦嘞哦嘞哦嘞 ，Go go！ 哦嘞哦嘞哦嘞！哎，媳妇儿，钱！哎呀，老公别动，哪有这好事啊？万一是陷阱呢？啊！前面是水太深了，你少我一轱辘呗。坐满了，坐不下了。坐满了，我坐顶就行。啥玩意儿？太深了，过不去呀。啥呀？兄弟，是删不删啊？啊，还删啊！往上我来个专业好啊！山东那胶带吗？哦，操！你他妈踩我脚了！你他妈耽误脚落地了呢！你是不是瞎呀你啊？你他妈才瞎！你他妈跟谁俩人？我就跟他妈，我就跟你他妈。你俩这个撒网就是摇把合一啊，然后利用手腕的力量套出你来，看一下。你有什么用？觉得幸福只剩的真心。
我给你拿个袋啊。我说摩托车加水能走能走，这推2天啥时候到家啊？你可别冒进了，再推1天就到家了。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？哎呀！我的妈呀！老妹儿，银行咋走？前面。大哥，我没有钱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真没钱，大哥。瑞瑞，给你拍个照，来，多拍好看着。好嘞，美美哒。好美啊！妈呀！我们不一样。这婚咱俩结不了了，凭什么不结婚？因为你搞破鞋。我没有，儿子，你俩可别吵吵了。我发誓，谁跟我搞破鞋，谁必死。亲爱的，我相中那37克安眠粉钻还给不给我买？啥都给你买，没事儿。媳妇，你干啥呢你？这谁呀？妈呀，我这不正扶一个残疾人过马路呢吗？我，你看我媳妇真有爱心你。快扶着点。走。哎呀，我媳妇真有爱心，走。到家了。哎呀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。